哇，講出嚟你都唔敢信啊！咁單價11000起可以買到中山市區核心嘅高檔住宅，咁仲贈送全屋嘅23件套家私家電大禮包嘅，咁精裝修現樓交付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咁月供都係3000零蚊嘅啫，咁30分鐘呢可以過到深圳灣口岸，直接翻香港嘅。咁低密度嘅舒適居所首選吓，一齊過嚟睇下咩情況。依家咧就喺小區個內部園林景觀呢邊，可以睇到個綠化率咧係非常之高噶吓，可以睇到呢個外立面咧都係非常之高端大雅上檔次噶吓。OK， 我哋一於上去睇下個靚靚嘅示範單位啊。咁我哋依家上到嚟睇嘅咧就係佢89平方嘅一個舒適三房吓。咁入到嚟咧吓，呢邊係做咗一個鞋櫃嘅位置吓，做一排櫃嘅。咁呢度咧就係佢個客廳同埋餐廳嘅位置吓。咁呢邊呢，就係佢靚靚嘅廚房啦，一個 L 字型嘅廚房3件套都係包埋俾你嘅。咁呢度呢，仲有個生活小陽台嘅吓，空間都係非常闊嘅。咁呢邊呢，係睇個內部園林景觀同埋一個城市景觀嘅吓。咁呢度呢，可以擺埋個洗衣機喺呢度啦，冰箱位。咁睇下佢個陽台啊，客廳開間係3.5米嘅，係一個非常舒適嘅距離吓。陽台咧係有一半嘅贈送面積嘅吓，咁佢呢度咧睇嘅都係內部嘅一個園林嘅景觀吓，都係可以睇到城市景觀嘅，非常嘅舒適。再睇翻佢個房間戶型格局，右手邊呢個咧就係佢乾濕分離設計嘅一個洗手間吓，可以睇到咧空間都係相當之闊落嘅吓。呢啲都係佢個交樓嘅一個標準吓。咁呢邊咧就係一間兒童房啦。整埋個衣櫃噶吓，入飄窗係全贈送嘅。呢間咧可以做間客房吓。呢個位置陽光係非常光猛嘅吓，睇嘅景觀都係非常之養眼舒適嘅。咁再睇翻佢個主人房，3面落床嘅吓，仲做埋一個衣櫃嘅位置。呢個飄窗係全贈送到俾你嘅吓，睇嘅都係一個內部嘅園林景觀吓。咁內部咧佢有泳池嘅吓，個景觀係非常舒適嘅。OK， 我哋再睇下佢個交樓標準。咁我哋依家睇嘅咧就係佢個交樓標準吓。入到嚟咧，可以睇到個陽光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咁呢度就係佢個廚房位吓，廚房3件套都係包埋噶啦。呢度就係佢嘅生活小陽台，都有景觀睇到嘅吓。咁呢度咧就係佢餐台嘅位置，呢度客廳吓，陽台景觀。可以睇到個陽台咧都係非常之寬闊嘅，都係睇山景吓，內部嘅園林景觀，可以睇到啲植物都係非常之養眼嘅。再嚟睇翻佢個房間戶型格局，呢個就係佢嘅交樓嘅標準啦吓。馬桶呢個同埋呢個趟門咧都係同你做好咗噶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啱先佢個客房，飄窗全贈送。空調呢啲都係有嘅吓，都係交俾你嘅。兒童房，無遮擋嘅吓，無遮擋嘅一個山景。再睇翻佢個主人房，可以睇到飄窗係全贈送嘅，呢個面積都係非常之舒適嘅，實用率係非常高嘅吓。無遮擋嘅山景吓，再高層啲咧個戶型睇到咧個景觀會更加靚啲。咁呢度咧就單價11000起，帶埋精裝修嘅現樓，贈送全屋嘅23件套嘅一個家私家電大禮包嘅吓。咁距離深中通道咧到深圳咧灣口岸嗰度咧都係30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啫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私信我啊，我發啲詳細資料俾你睇下。我係小湛，我哋下日再見啦，拜拜先。